廣開言路，聽取民意，時事全接觸。好，歡迎收聽星期二晚嘅時事全接觸，我係馮錦麗。首先講聲唔好意思先吓，上個星期五因為繼續又有啲特別嘅採訪任務，所以做唔到節目。咁啊，今日同大家開咪啦。咁啊，直播室嘉賓呢，就係遠道喺香港嚟到訪問嘅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大舊你好。係，各位好。嗱，咁你哋社民連就提出呢個5區總辭啊，咁啊，民主黨就有元老司徒華叔提出嗰張名單噶，咁啊不如咁啦，陳偉業，我哋揾嚟華叔好唔好啊？一齊傾呢個問題好唔好？電話線旁邊我哋請嚟嘅就係民主黨嘅元老司徒華叔嘅，華叔你好，華叔早晨，華叔早晨，華叔好啊。咁啊，我哋呢幾日咧都喺呢個大氣電波咧，喺多倫多大氣電波都講過好多關於呢個5區總辭啦。咁啊，華叔你都知道較早前你提出一個名單，咁啊陳偉業有啲問題想問你。冇就即係華叔嘅名單咧，其實當提出嗰陣時，即係我哋社民連嘅成員都好振奮啦。咁因為提出呢個5區總辭，即係希望可以達成即係事咧，令到香港嗰個民主運動啊，特別民主運動演變成為一個即係有呢一個嘅聲勢嘅社會運動咧，同一個延續性嘅社會運動咧，即係可以推動香港嘅民主改革同民主嘅進程啦。咁就當時社民連提咗之後，就華叔提咗一個5人名單，咁就即係我哋覺得即係有華叔嗰個嘅聲援同埋嗰個嘅支持，起碼原則性唔反對咧，我覺得對呢個民主運動嗰個推動有好大嘅作用咯。華叔，其實我想問一問咧，當初嗰個名單係點樣係制定出嚟嘅咧吓？完全係我個人嘅意見。係啊，其實你哋講漏咗一句。係，我喺提出5個人名單之前咧，我仲講一句，對你哋嘅建議咧係要積極回應。我唔係話完全支持你哋建議，我認為大家要嚟討論一下。我呢個意見呢，就係喺民主黨內部一個諮詢會議裏邊提出嘅。咁當時有啲記者喺外邊啦，唔知可能我係因為用咪講嘢，佢哋聽到，所以報道出嚟。我係冇公開講出呢個意見嘅。我覺得任何建議提出嚟呢，一口贊成或者一口反對，都係唔啱嘅。要深入去討論。同時我哋知道你呢個建議提出嘅時候咧，係冇同其他泛民主派嘅人商量過啊咁樣。所以我提出我要積極回應。為咗要引起討論咧，所以我提出呢個名單出嚟。我呢個名單係完全係我個人所諗嘅。我當時嘅諗法係好簡單，並唔係指定某一個人。認為係香港而家所有泛民主派嘅政黨政團咧，都有人參與。所以我喺港島當中我提出何秀蘭，喺九龍東我提出梁家傑，九龍西我提出黃忠文，新界東我提出劉慧卿，新界西我提出李長仁。咁從咁嚟睇咧，係每個政黨政團都有人參與。因為假如真係實行呢個5區總辭咧，唔係任何一個政黨咧嘅事過嚟，係大家同意一齊去做噶嘛。咁所以大家一齊合力去做，團結一致去做，咁先至能夠有好嘅效果嘅。為咗要使到各個政黨政團都有份參與咧，所以我提出呢個名單當中係每一個政黨政團都係有人嘅。有啲人話點解唔係揀每一個區當時得票最多嘅人出嚟選啊咁樣？我覺得呢個唔係佢個人嘅選舉，唔係睇佢過去喺舊年嘅選舉當中得票多少而決定佢嘅，而係佢代表不同嘅政黨政團。咁樣嘅時候，即使何秀蘭喺港島區辭職，然之後再參選補選，咁都應該係咪所有民主派嘅人都支持佢一齊投入呢？咁樣，我純粹係從呢個角度咁睇。若果假如同意我呢個原則嘅時候，每個政黨政團都有人辭職而又再補選，咁佢哋都可以提出個名單啦。我唔知假如從咁嘅原則出發，陳偉業你又有咩新嘅名單呢？咁樣，
冇啊，即係阿華叔嗰個原則同埋嗰個思路咧，其實同我嘅諗法係好似嘅，即係由社民連當初提嘅時候，即係我哋心目之中第一定要係全香港民主派一個大團結，同埋各個政黨都有參與，所以呢個原則咧係絕對正確嘅。咁同埋即係至於話邊一個人呢，我都絕對認同阿華叔就係話，即係呢個唔係個人榮辱嘅問題啊，呢個係成個民主運動同埋嗰個爭取即係2021雙普選呢個大前提之下呢，個人榮辱已經係擺喺次位嘅。即係話，譬如有人要你大教，不如你退選啦，你都會出嚟。願意即係嗱，我喺黨外又好，我喺即係喺琴日喺多倫多另外一電台討論嘅時候，我都提過咧。你話如果要我辭職，就算要我辭職，唔係用我個名選啊，係咪？譬如話大舊你辭職，你出嚟選，你嘅聲望唔夠咁，我話我可以我辭職，我出嚟個位咧，可以由Martin過嚟選或者華叔過嚟選我位，我都冇問題嘅，因為呢個係造成嗰個嘅即係整個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呢個咁嘅民主運動可以成功。我當時都提過一個建議，其實最好嘅方法咧，華叔有個名單啦，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其實最好咧就係各大政黨嘅主席帶頭。譬如你有民主黨嘅主席，有呢個嘅社民連嘅主席，有公民黨嘅主席，用嗰個主席帶頭，咁你已經佔咗3個區啦。3個主席，譬如喺何俊仁喺呢個新界西，余若薇喺港島，咁即係黃毓民喺呢個嘅九龍西咁。咁另外2個區咧就可以用其他黨派嘅人咁。咁總之你各政黨都有代表咧，因為用主席嘅身份帶領咧，我覺得嗰個嘅政黨領導嗰個象徵意義係更加強咯。呢個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當然華叔嗰五個人咧，我完全接受嘅。但係如果你話有其他嘅組合可以做嘅，我覺得係絕對可以大家討論。所以華叔話咦拎出嚟討論積極回應點樣去做好呢件事，我絕對認同華叔嗰個思想嗰個路線同埋嗰個嘅即係目標咯。但係華叔，我想問一問你咧，跟住有啲意見咧就唔係咁嘅諗法，譬如唔知係你哋社民連嘅意見，抑或係個人意見。譬如好似最近嘅長毛講話，即使其他人所有唔參加，你哋社民連3個人都總辭，淨係3個人都做咁樣。呢個做唔到啊！呢個係長毛個人意見。我唔知道係你哋做唔到社民連嘅意見，抑或佢個人嘅意見咧。譬如假如咁樣嘅角度去睇咧，就好似係咪淨係你哋嘅時間咧？唔係大家嘅時間咧？係咪需要大家一齊去討論？咁去進行呢咁樣，咪華叔阿長毛講嗰樣嘢，完全代表唔到我哋嘅，因為如果你深入睇翻，諗你都好清楚咧，淨係社民連3個就做唔到一個嘅5區總辭，一個全民公決呢個咁嘅目標嘅，咁所以即係做唔到嘅。我想就你哋利用5區總辭做咗一個變相嘅公投呢個睇法。而家香港好多方面嘅意見，自從我個反應做咗之後咧，個討論就熱烈咗，有啲人講話已經歷年嚟對民意調查有咗個結果啦。